大家不妨停落嚟回想一下，你上一次喺中環或者尖沙咀毫無顧忌咁開支紅酒，舒舒服服享受一頓人均過千嘅 fine dining， 係幾時嘅事？如果係喺2019年之前，每逢星期五晚，蘇豪區、蘭桂坊、尖沙咀海旁，處處都係衣香影影。嗰時嘅香港中產深信努力工作、盡情享受嘅信條，食一餐好嘅唔單止係為咗填飽肚子，更係為咗犒賞自己，係一種身份地位嘅象徵。但係轉眼嚟到今日，情況截然不同。大家價下最注重嘅就係性價比。當高檔餐廳門可羅雀，甚至年年結業嘅時候，另一種飲食文化卻以極其霸道嘅姿態席捲全港。嗰個就係兩餸飯。呢個絕對唔係一個單純嘅窮字可以解釋嘅現象。由 fine dining 降級到兩餸飯，背後折射出嚟嘅係香港中產階級正喺度經歷一場史無前例嘅身份重塑同集體轉型。今日我哋就嚟把呢件事講透。過去呢一年，我哋見證咗太多令人唏噓嘅結業消息。曾經需要提前3個月訂位嘅米芝蓮餐廳，如今黯然熄燈。曾經象徵精緻生活嘅高級日料，架下門口貼住光榮結業嘅通告。根據飲食業界嘅數據，過去一年高級食肆嘅結業率創下咗近年新高。嗰啲依靠中產階級高日價消費嚟支撐高昂租金嘅餐廳，正首當其衝咁成為時代洗牌嘅犧牲品。與此形成強烈對比嘅係兩餸飯嘅瘋狂擴張。如果話以前嘅兩餸飯只係存在於深水埗、觀塘等舊區，被視為基層恩物，咁架下嘅兩餸飯已經堂而皇之咁殺入咗中環、金鐘、灣仔呢啲傳統嘅甲級寫字樓區。中午12點半，你喺中環街頭會睇到着住筆挺西裝嘅銀行 banker， 掛住知名外資公司證件嘅白領，同地盤工友一樣，排喺長長嘅人龍入邊，手指指住玻璃櫃入邊嘅咕嚕肉同魚香茄子。呢一幕喺5年前嘅香港係完全無法想象嘅。兩餸飯唔再係基層嘅專利，佢已經打破咗階級壁壘，成為全城熱捧嘅中產新寵。點解會咁？唔通香港嘅中產突然之間唔識得享受生活啦咩？當然唔係。呢一切嘅根源在於財富效應嘅徹底消失。過去20年，香港中產嘅底氣嚟自邊度？嚟自於樓市同股市嘅雙引擎。只要你有一層樓喺手，睇住估值年年上升，你嘅心理預期就係樂觀嘅。你會覺得自己好有錢，自然願意為咗一餐幾千蚊嘅晚餐、一次豪華嘅歐洲旅行買單。但架下呢個財富幻覺破滅咗。我哋嚟拆解一下中產階級面臨嘅3大困境：資產大幅縮水，樓市由高位回落2至3成，股市長期低迷，強積金嘅回報亦難以令人滿意。賬面財富嘅蒸發直接摧毀咗中產嘅安全感。防禦性消費崛起，面對未來經濟嘅不確定性，裁員潮、凍薪潮嘅陰影揮之不去。中產嘅消費心理由及時行樂轉變為現金為王，開始自發咁進行防禦性儲蓄，非必要唔花錢，拒絕為裝修同租金買單。過去大家願意為高級餐廳嘅服務、裝修甚至係海景支付極高嘅日價，但係假下大家清醒咗，一碟成本30蚊嘅意粉賣到300蚊，當中有200蚊係交俾地產商嘅租金。中產階級開始覺醒，拒絕再交呢種智商稅。與此同時，北上消費補足咗中產對於服務同體驗嘅需求。如果你真係想享受優質嘅服務、豪華嘅裝修，週末坐車去深圳，可以用香港1/3嘅價錢獲得更好嘅對待。於是留喺香港嘅日常消費就回歸到咗最純粹嘅本質：性價比同生存。兩餸飯以其30幾蚊嘅價格、豐富嘅選擇、足夠嘅份量，
完美契合咗架下中產階級能省則省嘅降級邏輯。呢種係一種無奈，亦係一種最理性嘅經濟選擇。面對呢種情況咧，好多人會問：呢種兩餸飯經濟到底只係香港經濟低迷期嘅一個短期避風港，定係會成為未來10年甚至更長時間嘅新常態？由目前嘅宏觀環境嚟睇，呢極有可能係一種不可逆嘅結構性轉變。我哋可以參考日本嘅失去嘅30年。當日本經濟泡沫爆破之後，社會同樣出現咗消費降級，牛檔飯、8蚊店成為咗主流，甚至出現咗低慾望社會。香港目前雖然未至於走到呢一步，但係中產階級嘅消費觀念已經發生咗根本性嘅重塑。當大家習慣咗剝離餐廳嘅附加價值，只為食物本身買單；當大家習慣咗兩餸飯帶來嘅飽足感同高性價比；當香港嘅餐飲業版圖被重新劃分，高檔餐飲形縮，平民快餐稱王，即使未來經濟有所復甦，嗰種大手大腳、盲目追求奢華嘅消費模式，亦好難再全面回歸。呢個意味住香港嘅餐飲業甚至整個零售業都必須面對一個殘酷嘅現實：暴利時代已經結束，微利時代正式來臨。如果唔能夠喺極致嘅性價比同無可替代嘅獨特體驗之間揾到自己嘅定位，任何中間定位嘅商戶都會面臨被淘汰嘅命運。當動輒人均過千嘅 fine dining 被30幾蚊嘅兩餸飯取代，最先感受到刺骨寒意嘅，其實係香港嘅商業地產。過去幾十年嚟，香港鋪王頻出，高昂嘅鋪租本質上係由中產階級嘅高溢價消費嚟買單嘅。生態鏈嘅斷裂，過去餐廳依靠中產嘅面子消費獲取高毛利，再將大部分利潤上繳俾地產商。如今中產拒絕買單，呢條建立喺高估值上嘅生態鏈瞬間斷裂。街鋪嘅洗牌，傳統旺區嘅街鋪租金曾傲視全球。如今高檔餐飲退場，取而代之嘅係兩餸飯、平價特賣場，甚至係夾娃娃機店。地產商同鋪主面臨痛苦嘅抉擇：一係死守高價導致長期空置，一係放下身段接受現實。呢個意味住香港高度依賴地產增值同高租金流轉嘅傳統經濟模式，正喺度產生不可逆嘅鬆動。呢個唔僅僅係簡單嘅消費降級，而係 M 型消費結構嘅徹底成形。社會嘅財富分配同消費習慣正喺度像沙漏一樣向兩端集中，中間層被徹底掏空，夾心層嘅消亡。處於中間地帶，人均消費喺300至600蚊嘅中檔餐廳，處境最為慘淡。佢哋陷入咗死亡谷嘅無法提供米芝蓮級別嘅極致情緒價值，又毫無兩餸飯嘅價格優勢，極致分化。真正嘅老錢富豪圈層依然存在，頂車體驗依舊有市場。而廣大嘅普羅大眾同劇醒嘅香港中產，則非常默契咁湧向咗性價比嘅底端。喺呢個微利時代，商家如果唔能夠做到極致嘅便宜或者極致嘅稀缺，就注定會被時代嘅洪流吞噬。剝開經濟數據嘅外衣，兩餸飯現象背後更深層次嘅係香港中產價值觀嘅重塑。過去中產階級喜歡用名牌手袋、豪華旅行同高級餐廳嚟標榜自己嘅階級跨越，但係家下真正嘅安全感嚟自於銀行存款、低負債同充足嘅現金流。着住筆挺西裝排隊買兩餸飯嘅 banker， 其實係喺度進行一場心理上嘅解綁。大家唔再需要依靠外界嘅消費符號，或者餐廳華麗嘅維港海景嚟定義自己嘅成功。當務實戰勝咗虛榮，底線思維取代咗面子驅動，呢個某種程度上亦係一種社會心態嘅成熟同返璞歸真。咁樣香港嘅未來難道只有兩餸飯啦咩？並非如此。我哋此刻經歷嘅係資產泡沫擠出後嘅陣痛期。
適應微利時代，重新揾回獅子山下嗰份精打細算、踏踏實實嘅韌性，先至係呢波浪潮留俾我哋最寶貴嘅財富。時代嘅巨輪滾滾向前，舊嘅規則正喺度瓦解，新嘅秩序正喺度建立。你最近一次喺香港食人均過千嘅高級西餐係幾時嘅事？定係話你已經徹底轉投咗兩餸飯嘅懷抱？歡迎喺下邊留言分享你嘅真實經歷同睇法，我哋喺評論區見。